市府都發叫114年度重要的施政成果，日前佇個市府來發表，其中透過公辦途徑，佇個林德里康新村的 A 區，佮着永康精中里村等兩案，取得移居仁愛佮着移居成功社會主體，而且已經完工來入住。另外，還有濟業來動工，到114年底，公辦途徑取得社會主體大約有1281戶。另外，會用個取得周邊公設用地有7.75公頃，以及完成公設的開闢，總計會用個為市庫來省下200億。公辦都更取得社宅案是咱台南市第一個推動的吼，當時咱咧推動的過程當中嘛，足儕委員持負面的想法啦吼，講這哪有可能做到吼，阮咱的例嘛做出來啊，嘛已經成功啊，嘛足儕人贊同吼。講通過安尼的方式吼，關咱公辦都更幫咱台南討省200億啦，關咱經費就省討200億。這個方互大家當看出講這個方，所以講足儕縣市政府攏來咱遮問講，咱是安怎做，安怎去行吼？包括阮的專委楊家明嘛，時常出去外口講去各縣市幫人分享咱的經驗。通過安尼咱的取得以外，嘛方便出的社宅以外，咱嘛閣往通過，因為年輕人的需求足大吼，所以除了社宅以外，伊嘛愛做者租屋補貼啦吼，迄個包租代管，還是講伊的修繕的部分吼，所以目前租屋補貼的部分已經達到9萬多件了吼，9萬多件，這個部分嘛會持續來行啦吼。另外，為降低市民大額負擔，保障大額權益，都發叫透過主體補貼、包租代管等，佇個114年動用300億。擴大租金的補貼專案，到今年11月24日受理申請的就有9萬多件。另外，還有自購計劃貸款、佮着修繕等。目前一檔才只有200件來申請，提供少年人知影，還有利息的補貼，希望會用個減輕負擔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